我係林偉全，功能界別商界一嘅立法會議員。我就喺總商會咧已經超過咗13年啦。我一路都服務商界啦，做咗差唔多7年嘅亞洲、非洲、中東委員會嘅副主席同埋主席啦。咁我亦都帶咗好多拜訪團去咗東盟嘅國家啦，包括中東嘅國家。所以我特別對於點樣引進來走出去係特別熟悉啦。好早出身嘅，入啲中小企業，慢慢一步步咧去後期做到我自己企業。呢段過程入邊咧，我更加深切體會得到打工仔啦，同埋創業啦，同埋作為一個中小企嘅困難，點樣可以幫得到佢哋？除咗引我哋大灣區嘅非常之好嘅企業嚟，去融入多啲東盟新興市場嘅企業過嚟，其實呢啲香港企業好多外國企業同佢合埋一齊，其實可以更加共用，引進到外國嘅嘢翻嚟香港。咁喺優化融資配套方面啦，咁目前企業咧喺融資方面咧，其實有啲咩嘅困難？你喺立法會當中咧，又會點樣協助去解決咧？融資方面咧，依科學園啦，舉例，佢係會幫你手去融資，甚至乎會幫你揾分定嘅。本地主要嘅銀行咧，其實佢係成立一啲特別嘅部門，專係支持創科方面嘅。其實好多時呢啲企業咧，佢係唔知道係有呢啲咁嘅支持。我就係覺得嗰個了解同埋嗰個宣傳，甚至乎嗰個銜接上邊做得唔夠多。咁所以呢方面我哋可以做多少少，令佢了解多啲，或者一啲特別嘅部門可以教佢哋點樣去申請分定。香港經濟再出發，我哋一定要做好一個轉型，有祖國喺後邊支持住我哋，抌咁多資源落去一個新都會區入邊。香港係好難得有個咁嘅機遇，咁我哋可以再出發。